陳志全議員。主席，由於我嘅發言有一部分係希望講俾泛民主派嘅議員聽嘅，但係而家在席只得2位嘅泛民主派議員，所以我要求點算人數。陳志全議員。主席，一份好嘅財政預算案應該係能夠對應社會嘅短、中、長線嘅問題。特區政府一路被人詬病話佢嘅財政預算案係冇長遠嘅目標、冇長遠嘅政策，包括人口政策、老人退休政策、教育政策，好似15年退休政策，跟住又話要佢你拉布都冇用㗎，即刻要變出嚟都係變唔到㗎，咁唯有我哋就睇下佢啲短期嘅措施究竟係做成點。政府成日話急市民所急，到底今年嘅財政預算案有幾急市民所急？有啲乜嘢紓困措施係推咗出嚟呢？財政司司長喺今年嘅預算案第126段引述：我明白市民大眾，特別係基層市民，希望政府能夠幫助佢哋減輕所面對嘅生活重擔，舒緩壓力。引述完畢。香港人呢，不但只搞唔清楚曾俊華先生對中產呢2個字嘅理解，更加越嚟越搞唔清楚佢所講嘅所謂幫助基層市民舒緩壓力。基層市民到底係點解？公共理財嘅原則應該係以富濟貧，還富於民，就唔係還富於富嘅。因為稍有常識嘅人都知道，收入越高，交稅亦越多；物業越多，物業越大，要交嘅差餉亦都越多。呢幾年啲樓不斷升值，要賺嘅人已經賺咗，點解今年嘅財政預算案要用200億嚟到退稅免差餉呢？咁樣係點樣幫助基層市民舒緩壓力呢？要真正舒緩部分基層市民嘅生活壓力，喺呢份財政預算案裏面都係有嘅，例如免2個月公屋租金，但係只係佔22億。連同幫助老弱傷殘嘅額外津貼嘅27億加起嚟，都唔夠免稅免差餉所花費嘅1/4。恕我才疏學淺，究竟財政司司長要輸送利益啊，定係紓解民困呢？文明社會嘅理財哲學係講求分配嘅公義，合理咁等不同有需要嘅人士都得到照顧。今日特區政府所有長遠嘅民生政策可以話停步不前。人民力量建議全民回水，呢個先至係符合分配正義嘅事。有人話全民派錢係等同燒煙花，唔單止係建制派嘅議員，甚至泛民主派嘅議員都有咁講。我覺得呢一個講法係極為涼薄。點解將啲錢直接放返落市民嘅袋裏邊，係會係燒煙花呢？燒煙花
係8分鐘燒走咗過千萬，一次除夕煙花就係咁樣啦。呢1萬蚊人民力量要求嘅直接回水，對於基層市民係有好大嘅幫助。佢哋可以選擇逐少咁樣利用，去應付佢嘅生活開支，亦都可以選擇用喺佢自己認為價值最高嘅層面上邊。呢一樣嘢係冇人能夠話佢用嗰嚿錢係亂使。有人話將啲錢花喺市民身上係浪費，等同燒煙花。我記得派6000蚊嘅時候，有一位老人家70幾歲同我講，佢話呢6000蚊真係好啦，我唔係愛嚟食，唔係愛嚟進補，唔係愛嚟健康，而係呢，我成世人就嚟死啦，諗住希望同啲仔女去一次旅行，但係我哋嘅生活係咁加。主席，陳偉業議員，陳志全議員講到咁感動嘅故事，希望多啲議員翻嚟聽聽啲咁感動嘅故事。點人？陳志全議員，主席，頭先我講緊嗰個故事係一個真人真事。一個70幾歲嘅婆婆同我講，佢話佢有生之年臨死之前一個願望就係同屋企人、同啲仔、同啲孫去一次旅行，返大陸都好。但係佢唔敢提出嚟，因為佢哋全家人係揾朝唔得晚，食都未飽，佢點敢向個仔提出呢個要求？佢諗住佢死咧都冇機會達成呢個心願。但係嗰年派咗6000蚊，佢個仔話大家都有6000蚊，不如攞啲出嚟去旅行。佢好開心。佢話佢死前都係有呢個去到呢一次旅行。佢要多謝政府，其實都要多謝財政司司長。喺你無意之中都會做咗啲好事，係幫咗啲人。我引呢個例子係想講，直接回水嗰嚿錢去到一啲有需要嘅朋友手上邊，佢點用？一個阿婆就算攞嚟做 facial， 佢想臨死扮靚啲，你都唔可以話佢放煙花，唔可以話佢亂用嗰嚿錢。生時一碗飯好過死後一爐香。我諗各位為人子女、為人政府官員嘅，都請你去記住。但係我哋嘅政府係點呢？巧立名目，官僚體制扮做實事，蒙混市民嘅最佳伎倆呢，就係免差餉、免稅、免電費。其實背後都一樣係派錢，只不過係包咗張包裝紙內嚿錢嗰度派啫。所以所有話過反對派錢嘅議員，我覺得你哋都應該反對免電費，反對免差餉，反對免稅，反對免商業登記稅。其實已經越嚟越多經濟學者指出，香港嘅官僚制度處理財政僵化，善財難捨。以為有政策名目嘅分配需要經過不同部門發放，先至叫用得其所。原本嗰嚿錢呢，係直接補貼市民生活嘅公帑，但係而家呢，就變咗係補貼部門同埋機構嘅行政開支。
反對派錢仲有一啲理由，就係話擔心香港會變成嗰啲歐債國家，用晒啲財政儲備要靠借貸度日，呢個亦都係危言聳聽。歐美係長期處於赤字，香港特區政府係坐擁2萬多億。我哋要求嘅係，當你冇長遠政策目標計劃，再嚟一次全民派錢，係唔係一個恆常性嘅開支？全民回水，何須坐擁1萬多億自由儲備嘅特區政府擔心？大家使乜幫佢擔心呢？如果認為派1萬蚊係胡亂花錢，我哋成日講啦，嗰啲大地產商坐擁9000幾個單位，佢免差餉，佢得返5400萬，佢仲可以多買幾層樓，多買幾部車，咁係咪就話公帑用得其所呢？政府堅決唔派錢，嗰次6000蚊，唔知係咪覺得做錯咗啊？咁佢啲錢使咗去邊呢？財政預算案比上年增加咗600億嘅開支，原來就係做數，所以我話由財政預錯案呢，就進化咗去做財政騙案，係明呃你。好多議員今日亦都提出過，將數百億元撥入一啲幾年或者10幾年、幾十年都花唔完嘅基金，製造輕微嘅赤字假象，亦都唔肯還富於民。150億再培訓局，150億關愛基金，50億環保基金，但係環保團體好多申請唔到嘅，50億語文基金，4.8億俾每年20個學生升學，呢啲呢叫做欲蓋彌彰。財政預算案5年有4次預錯數百億以上，赤字變盈餘，怕狼來了效應，又唔肯還富於民，唯有係藏富於金，巧立名目嘅基金，等於呢將啲錢儲咗喺唔同名目嘅戶口，備用當開支。呢個手段呢真係比較可悲。另外，財政預算案呢有一個非常嚇人嘅年齡人口預算㗎，財爺預咗大約30年之後，到咗2041年，香港工作人口供養一位老人家嘅比例呢會跌至不足2個人，意味住長遠香港會有入不敷支嘅情況。所以呢，要1萬多億元嘅儲備之中呢，再要積谷防饑。再者，財政司亦都推理，亦都可能同時要面對10年一遇嘅大型金融危機。請問呢個係乜嘢嘅大預言呢？我哋究竟要儲幾多儲備先至夠？幾多先係過多？幾多先至係可以還富於民呢？如果積谷防饑要去到呢個地步，咁講額外嘅數百億藏喺個基金嗰度有咩幫助呢？所以我話呢一個係財政騙案。喺財政預算案第162段，我引述：讓我們能夠連結起來，凝聚成一股推動香港一直向前的力量。香港人無論出生於什麼年代，身處於什麼崗位，都認同積極、樂觀、自強不息嘅生活態度，不會輕易向命運低頭。我想同各位香港市民講，拉布就係作為一位立法會議員，唔肯向命運低頭，唔肯向呢一份財政騙案低頭嘅表現，亦都係其中一個可以做嘅方法。打個比喻，呢份財政騙案就等於係一個騙徒，一間黑店，你俾佢呃咗，你可以以後唔幫襯佢，但係佢繼續開張大吉，繼續做生意。你可以喺門口鬧佢，日日數臭佢，但係佢不癢不痛。就正如財政預算案發表之後，好多議員好憤怒，又反轉，又畫花，又撕爛，鬧。但係去到最後，大家會做啲咩嘢呢？最多都係入幾條修訂案，多啲機會，多啲時間去鬧。而家連嗰幾條修訂案都退返出嚟，因為怕被連累，怕俾人誤會參與拉布，咁啊真係好笑啊！如果係咁，
好似今朝財委會咁樣，咁啲議員都係入咗啲修訂案啦。如果長毛一陣間又入1000條修訂案，你係咪又退翻出嚟？因為驚俾人誤會你係拉布去阻呢個賑災撥款呢？否則如果唔係嘅話，你知道喺票數之下，你哋嗰啲修訂案鬧完之後，行禮如儀投票，又係否決，跟住嗰條原案又係通過，嗰1億撥款又係去到中共政府手上面，又係打個95折，即係佢收咗95%，得5% 落翻市民嗰度，咁又點呢？呢個就係一個循環。我係一個議會嘅新人，但我覺得啲前輩嘅忍耐力係好高強。咁多年嚟，一忍再忍，極其量都係鬧、投反對票、離場。有冇諗過行多一步，做多少少？今次連做多少少都唔做不特止，仲將原本打算要討論嘅議題，因為怕被牽連，因為怕民意，因為怕被抹黑，而完全撤走。有議員話驚有拉布疲累症。香港市民對於特區政府，對於呢份施政報告，呢份財政預算案，何嘗唔係感到非常之疲累呢？再咁落去，一係就所有市民政治冷感，唔理唔睇，因為影響唔到，改變唔到；一係我哋就要喚起更多市民，一次生兩次熟，拉布過去，大家由唔認識、陌生、誤解，到明白，到逐漸支持，更加知道過往一啲對拉布嘅抹黑得到呢個平反。話拉布會點樣癱瘓政府？之前亦都有議員講過，臨時撥款係隨時可以嚟再攞嘅。上個禮拜我見曾司長係完全好輕鬆嘅，人哋問到佢即係驚唔驚政府冇錢使，綜援冇糧出啊？咁大家知道都係做出嚟啦，佢要攞咪隨時攞啦。你覺唔覺得好緊張？上次流會之後都唔緊張嘅，所以希望各位市民唔好聽啲人抹黑。我哋呢幾位議員要嘗試拉布，雖然未必可以成功，但係起碼表示我哋係不向命運低頭。